嗱，嚟到呢一章，我哋要講嘅係納尼亞歷史上最黑暗，亦最光輝嘅一刻——亞斯蘭被殺之後的黑夜。兩個女仔，蘇珊同露西，仲蹲喺灌木叢入面，雙手掩住面，唔敢望。突然之間，佢哋聽到白女巫嗰把尖銳嘅聲音響徹成個山頂。搞掂，跟我走，我哋要去收拾嗰班殘兵敗將。既然呢隻大笨獅死咗，納尼亞就係我嘅啦。跟住就係一陣陣天價響嘅喧鬧聲，風笛、號角、怪獸嘅嚎叫，牛頭怪嘅啼聲震到地下都震。成班妖魔鬼怪由山頂衝落去，經過兩個女仔藏身嘅地方。嗰種陰風，嗰種壓迫感，換咗平時，佢哋早就嚇到企唔穩。但今次唔同，亞斯蘭死咗，佢哋心入面得返悲傷、羞辱，同埋一種深度見底嘅恐懼。兩姊妹守喺亞斯蘭身邊，等到樹林靜落嚟，兩個女仔先敢爬返上石卓山頂。月光淡淡，雲層飄過，佢哋望住亞斯蘭，五花大綁，靜靜咁躺喺石卓上。佢哋跪低，親佢冰凍嘅臉，撫摸佢剩低嘅鬃毛，哭到哭唔出聲。過咗好耐，露西細細聲講：我受唔到佢戴住嗰個嘴套嘅樣，不如我哋試下幫佢除咗佢。佢哋用凍到僵嘅手指慢慢解，終於除咗。望住亞斯蘭冇咗嘴套嘅臉，佢哋又忍唔住再哭。老鼠嘅奇怪行動。夜最黑嘅時候，露西突然留意到腳邊草地有啲細微嘅動靜。起初佢唔在意，因為而家世上仲有咩重要？但嗰啲細細粒嘅灰色影子，竟然爬上石卓，爬到亞斯蘭身上。蘇珊皺眉，話：係老鼠嚟嘅，走開啦你哋！露西拉住佢，等等，你睇下佢哋做緊咩？兩個女仔一齊蹲低，定睛一望，老鼠係喺度咬斷亞斯蘭身上嘅繩。蘇珊呆咗，佢哋係幫緊佢。露西眼濕濕，佢哋唔知道亞斯蘭死咗，佢哋以為咁樣可以幫到佢。天光漸漸亮，成百上千隻老鼠努力咬斷每一條繩，最後亞斯蘭身上嘅束縛全部鬆開，破曉雨巨響，天邊開始變白，鳥仔開始唱歌。兩個女仔凍到發抖，喺山頂來回行住取暖。太陽終於升起，金光照到石卓上。突然，咣一聲震天巨響，好似巨人嘅鎧甲爆裂。露西嚇到捉住蘇珊，咩聲嚟㗎？佢哋轉過頭，石卓由頭到尾裂成兩半，而亞斯蘭唔見咗。
復活。一把熟悉、洪亮、溫暖嘅聲音喺佢哋背後響起，係魔法，但係比妖婆式嘅更加古老嘅魔法。佢哋回頭，亞斯蘭站喺陽光之中，鬃毛重新生長，比以前更加雄偉。露西喊住問：你冇死？亞斯蘭微笑：而家冇死。蘇珊聲音陣陣：你唔係鬼？亞斯蘭俯低頭，舔咗舔佢額頭。我似鬼咩？兩個女仔即刻撲埋去，抱住佢，親佢，笑住喊。太古時代的更新魔法。亞斯蘭解釋：妖婆式嘅只係遠古時代嘅魔法，但喺更古老嘅黑暗深處，有另一條咒語。如果一個無辜者自願代替叛徒去死，禁石桌就會裂開，死亡本身都會被逆轉。露西拍手：禁而家點啊？亞斯蘭鬃毛一抖：而家我力量完全恢復啦！你哋兩個捉到我先算。獅王的奔跑，接住就係一場瘋狂嘅追逐。亞斯蘭跳過佢哋頭頂，又突然停低，又將佢哋拋上半空，再接住，三個喺山頂滾成一團，笑聲響徹整個清晨。最後亞斯蘭站起身：好啦，正經事要做，你哋兩個上嚟，我要跑啦。佢伏低身，兩個女仔爬上佢金色嘅背，下一秒，佢哋已經飛奔落山，穿過森林，跳過溪流，越過山脊，快過任何馬匹，直闖白女巫的城堡。中午前，佢哋已經望到一座陰森嘅城堡。亞斯蘭冇停，反而越跑越快。找緊啦，孩子們！呢度就係白女巫嘅老巢。佢一躍，飛過城牆，兩個女仔跌落地面，四周一片寂靜。佢哋抬頭一望，整個院子全部都係石像。